这计划造成各行各业拢正欠工，劳动部是推动中高龄甲高龄就业，台东县政府嘛鼓励有法度做事的老大人继续工作，嘛协助因找适合的工课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一个78岁老阿伯，身体还阁真勇健，找到一间清洁公司的工课，平常时摒扫整理回收的物件，做工课要真努力。对家庭当然是足好呀，对家庭有增加收入啊，对家己的生活规划也足好呀。台东县府统计，全县55岁以上的人口有要到3.5%，高龄化的情形持续加悬，少年人去外围打拼，各行各业欠工真严重。县府配合劳动部推动中高龄甲高龄就业，即马成立社会人才服务据点，已经开发700个适合社会人就业的课，要吸引有经验、二度就业的社会人来探问。县府表示，社会人投入就业市场，会当消透欠工的问题。像餐饮啊、房屋啊、饭店我都做过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有一技之长。让我们在所有的业界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人才的时候，也可以有人才可以做使用。不过，嘛有时大烦恼讲，已经有会伫咧找头路的时阵，可能会去互拒绝。县府强调讲，社会人才服务都是要提供适合社会人的工课，未来嘛会开职业训练的课，互因会当重新投入就业市场。公司新闻台东报道。